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最快新聞頻道。喺屯門呢個繁忙嘅新市鎮，一宗看似平凡卻又令人感慨嘅個案，近日引起關注。2026年7月1日上晝大約10點16分左右，蝴蝶村蝶舞樓嘅保安人員喺巡邏期間，注意到某個單位傳出陣陣異味，而且敲門之後久久冇人回應，佢哋心生不安，擔心住戶可能身體不適暈倒喺內，於是立即報警求助。警方同消防員迅速趕到現場，消防員協助破門進入單位之後，發現一名46歲姓楊嘅男子已經倒臥喺屋內，不幸身亡。呢個發現讓在場人員感到震驚，單位內嘅環境相當凌亂，一度讓調查人員懷疑事件可能涉及可疑之處，因此警方立即封鎖現場，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6隊接手深入跟進。據了解，呢名死者長期獨居喺呢間公屋單位，過往並冇明顯嘅長期病患記錄，亦都冇欠下債務或者同他人結怨嘅跡象。警方初步檢查之後，發現單位內雖然雜亂無章，例如有家具翻倒嘅情況，但並未揾到明顯嘅打鬥痕跡或者搜掠證據，屍體身上亦都冇明顯外傷。經過數小時嘅仔細搜證同分析，到咗傍晚時分，警方終於公布調查結果。相信呢一宗案件並冇可疑成分，初步判斷為自然死亡或者突發健康問題所致。死者嘅確實死因仍然有待法醫進一步驗屍確定，但成個過程反映出獨居人士喺日常生活中可能面臨嘅隱藏風險。蝴蝶村作為屯門區一個歷史悠久嘅公共屋邨，建成於上世紀80年代，以其獨特嘅梯級式大廈設計聞名。遠睇猶如展翅嘅蝴蝶般別具特色。呢度居住住唔少中低收入家庭同單身人士，社區環境雖然經過多年改善，配套設施如街市、商場同公園逐漸完善，但對於獨居居民嚟講，日常生活仍然可能充滿挑戰。楊姓男子生前據悉從事廚師工作，生活節奏較為忙碌，平日同鄰居嘅互動或者有限。呢個亦都俾佢喺需要幫助嘅時候難以被及時發現。類似嘅情況喺香港並非孤例。近年隨住人口老化、家庭結構改變以及移民潮等嘅因素，獨居人士嘅數目持續上升。據相關統計，全港獨居住戶已經超過50萬戶，其中唔少係中年以上單身人士。佢哋喺表面平靜嘅生活背後，往往隱藏住孤獨同健康隱患。回想過去一段時間，香港各地都曾經發生多宗類似悲劇，讓人不禁反思社會嘅關愛網絡係咪足夠完善。例如喺2025年，將軍澳彩明苑就有一名76歲獨居老婦被發現倒斃屋企，身體已經呈腐化狀態。佢嘅兒仔早已經移居海外多年，彼此缺乏聯絡，導致悲劇發生之後先至被揭發。同樣喺葵涌葵盛東村，一名77歲獨居女子被發現已經離世1年半之久，單位內雜物堆積，反映出佢生前可能已經陷入抑鬱同自我隔絕嘅狀態。呢啲個案無一不提醒我哋，獨居並非只係生活選擇，更可能演變成隱形嘅社會危機。另一宗發生喺屯門本區嘅例子，則涉及一名78歲老翁病逝之後，其44歲智障兒子因為無力求助而伴屍多日，直至異味傳出先至被鄰居察覺，場面令人心酸。呢啲舊事重提並非為咗聳人聽聞，而係希望透過真實案例，俾大家更深刻理解獨居人士所面對嘅脆弱一面。從心理角度分析，獨居生活容易滋生孤獨感，呢一種情緒若果長期累積，可能影響個人嘅身心健康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缺乏社交互動會增加患上抑鬱症、焦慮症以及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尤其對於中年獨居男性嚟講，工作壓力大，社交圈子狹窄，加上香港快節奏嘅生活模式，往往俾佢哋忽略定期體檢同維持人際關係嘅重要性。
陽性男子雖然冇長期病患記錄，但突發健康問題喺獨居環境之下，好容易因為延誤救援而導致不幸結局。專家建議，獨居人士應該主動建立社區支援網絡，例如加入鄰里互助群組、安裝平安鐘或者智能監測裝置，定期同親友保持聯繫。呢啲看似簡單嘅措施，實際上能夠大大降低風險。政府近年亦都推出相關計劃，如關愛隊探訪高風險家庭，以及為部分住戶安裝智能意外偵測系統，希望能夠逐步積密安全網。但要真正解決問題，仍需社會各界共同努力，包括家人、鄰里同社區組織嘅積極參與。此外，類似個案喺其他地區亦時有發生，例如麗景村一名78歲獨居男子喺單位起火中不幸身亡，現場雜物過多，阻礙咗逃生。又或者石籬村一名83歲男仔被發現只係剩骸骨，顯示佢已經離世多時。呢啲悲劇共通點在於死者生前多為獨居，健康管理不足，社交支持薄弱。心理分析顯示，人類天生需要歸屬感，長期孤立會導致認知功能下降，甚至影響免疫系統，增加突發疾病嘅發生率。喺香港呢個競爭激烈嘅社會，中年人士面對經濟壓力、職場不穩同家庭解構等多重挑戰嘅時候，更容易陷入隱形孤獨嘅狀態。佢哋可能表面上維持正常生活，實際上已經逐漸同外界脫節。呢一種心理防衛機制雖然短期能夠保護自己，但長期卻埋下健康隱患。最快新聞頻道一直關注民生議題，希望透過呢宗事件，呼籲大家重視獨居人士嘅福祉。政府可考慮擴大高風險家庭名冊嘅覆蓋範圍，加強數據共享，讓社署、醫管局同房屋署能更有效識別需要幫助嘅個案。同時，社區層面嘅義工服務同互助計劃亦都應該持續推進，例如組織定期探訪、舉辦健康講座同社交活動，俾獨居居民感受到集體嘅溫暖。對於中年獨居人士嚟講，及早建立健康生活習慣、維持人際聯繫以及懂得求助，都係預防悲劇嘅有效方法。陽性男子嘅故事雖然結束咗，但佢留低嘅反思卻值得我哋長久銘記。喺追求個人自由嘅同時，唔好忘記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先至係社會穩定嘅基石。呢宗屯門個案雖然最終確認冇可疑，但佢如同一個警鐘，提醒我哋喺繁華都市嘅背後，仍然有好多默默承受孤獨嘅靈魂，需要社會伸出援手。希望透過更多類似報導，能夠喚起公眾意識，讓每一個獨居人士都能夠喺需要時得到及時關懷，避免類似遺憾重演。喺調查過程中，警方展現出專業態度，先係因單位凌亂而提高警惕，後續透過詳細證據分析，排除疑點。呢一種謹慎做法值得肯定。同時，死者作為廚師，可能平日工作時間唔規律，飲食同作息較為隨意，呢個亦都可能間接影響健康。心理學上有所謂嘅孤獨疫症。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社會孤立列為公共衛生議題。香港作為高齡化社會，更需加快應對步伐，參考鄰近地區如南韓嘅經驗。佢哋透過社區監測系統同定期福利探訪，有效降低咗孤獨死嘅發生率。呢啲做法或許值得本地借鏡。總嘅嚟講，呢個唔單止係一宗個別死亡事件，更加係折射出更廣泛嘅社會結構問題，需要多方合力解決。各位觀眾，呢段新聞為你報道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